世界12强棒球赛，台湾队得到冠军。世界棒垒球总会公布上新的世界棒球排名，台湾这摆增加1380分，总分来到5498分。目前是日本排名排第一，台湾排名是第二。这届台湾队的选手，大家人拢通摕到700万的国共奖金，但是在野党要修财化法，主计总署讲，这可能致使奖金会减对半。世界12强棒球赛，中华队摕冠军，激励大家的士气。世界棒垒球总会公布的最新世界棒球排名，台湾摕冠军，那亲像吞大补丸，加1380分，总积分升悬到5498分，占第2名。嘛有更加日本的分数，日本摕到亚军，排名也是维持第一；摕到第4名的委内瑞拉排名第3。也是12强赛冠军选手，每一个人会当摕700万的国共奖金。不过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有意要修正再违法，行政院主计总处2月表示，那是修法通过，国共奖金恐惊抬一半，剩350万。那搞不好连这些球员的奖金都要对半哦。是的。原来700万要变350嘛。原则上都是这样。民进党政府不用拿选手当挡箭牌，我们也会誓死捍卫选手应该获得的权利。现在要避免的是中央的浪费，不是说财划法修正完之后中央就没有钱。怎么国光奖金应该是要增加，怎么反而会是减少的？在野立委批评郭国文甲主计总处讨好的对棒风声，强调会捍卫选手的权利。那是庆祝棒球摕冠军，传出总统赖清德因为改换500块纸票的图，行政院表示，无论是纪念碑、纸票的改版，都用台拢支持，等地收集各界意见。院长方面呢，也会来做一个相关的处理，然后再看会适时的对外来做说明。目前500块纸票的图是南王国小少棒队，真拄好是图中的客家市政统一赛选手林志雄，伊嘛是台湾队长陈杰宪的前队友。会有小有感伤，真是只是换一个角度去想，我觉得应该是传承的东西，我觉得都是值得了。对，都是棒球的东西，我觉得都是让大家鼓励一点，就是让国人知道棒球。那纸票换做12强冠军队员林志雄认为有传承意义，新时代的球员摕到好表现，得到肯定，有助台湾棒球更加有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